各位電視機面前嘅父老鄉親，恭喜恭喜，新年恭喜！年30暗晡，毋知這下大家嘅飯甑閒吂。相信大部分嘅鄉親，屋家都有人轉年，一屋家人慶團圓。捱在這位，祝福大家新年萬事如意，也希望大家利用一年一擺嘅機會，親戚朋友坐兼來，好好來談喋一下。最重要嘅係請鄉親愛多買家鄉嘅特產做等路，大家共下來繁榮台灣嘅經濟。有人講，年好過，日仔難過，入年家出年家，年兩下半就過忒仔，365日就無共樣。年冬好，日仔就遽過；年冬毋好，日仔就難捱。台灣栳全世界就堵著百年以來盡壞嘅年冬，害到大家日仔毋好過，捱感覺著盡敗勢。不過寒冬再冷總係會過，相信景氣嘅春天毋使幾久就會到。捱在這位，愛留大家共下來，福牛轉乾坤，富貴迎新春，承蒙大家按自些